第一次打傳說中嘅水光針，Easy。你 Elevate Beauty 打嘅唔係普通水光針咁簡單，係升級版嘅水光針 Cocktail 啊！好似 Cocktail 咁針對你面上面皮膚嘅問題，度身訂造成30幾款選擇，一次過解決晒面上所有唔同嘅皮膚問題啊！治療師會先幫你做皮膚分析，揀出幾款最有效、最啱味嘅針劑。雖然塊面冇咩暗瘡，但有黑眼圈、毛孔粗大、有敷紋 mask 都好似好乾咁啊！今次治療師幫我揀咗呢4款針劑，最萬能嘅麗珠蘭黑盒做 base 全方位修復，麗珠蘭百合專攻黑眼圈同眼部細紋，開盤素再加極光水光就最啱我啦，因為可以深毛孔亂白皮膚嘅同時有翻光澤感。用咗麗珠蘭黑盒幾日之後，本身以為自己皮膚都唔算差，估唔到膚質可以靚咗咁多，毛孔收細咗，摸落去勁滑啦，黑眼圈望落去淡晒，成個人氣色都精神晒啊！依家就敷20分鐘舒緩膏。個過程吉吉地唔算好痛，額頭同顴骨呢啲皮膚比較薄嘅地方咧就比較大感覺。啱啱打完一粒粒紅腫係正常嘅，2星期到咧就會退噶啦。最緊要記得打完24小時內唔好掂水啊！Oh my god，隔咗幾日之後我塊面好似重生咁啊！冇諗過自己嘅皮膚可以咁靚，前所未有咁滑啊！即刻喺下邊留言麗珠蘭就可以獲得呢個麗珠蘭黑盒加 Cocktail 組合優惠，數量有限啊！做完即刻冇噶啦吓，唔好錯過啊！